好多用家都同我講，屋企部機冇乜問題，就係巨型，冇得拎出街。氧氣樽呢更麻煩，又要繼續用量出街。InnoGen Rove 4就係為呢個問題而設。第一，夠細夠輕，配合標準電池套裝，全機大約只係1.4公斤左右，一個手提袋就拎得走。覆診、買餸、去飲茶，唔再俾一部大機器限制行程。第二，操作好簡單，特別係對長者嚟講唔複雜，對照顧者嚟講唔使成日擔心用錯。第三，亦都係好多人最關心嘅電池時間。Rove 4配合雙電池使用，最長可達接近6個鐘頭嘅供氧時間，即係話一日外出、半日活動，甚至長時間離開屋企，都可以安心呼吸，唔使成日揾插頭。如果你想由固定使用升級到攞得走、用得耐，又或者想為父母嘅一部真正實用、減輕負擔嘅便攜氧氣機 InnoGen Rove 4，絕對值得你認真考慮。如有興趣，請聯絡我哋嚟我哋位於太子嘅產品陳列室參觀示範。我哋係 A Medical。